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家用欣赏。今天呢，中央呢，老师在做居家的重量训练。今天呢，做训练之前一样，相对而且呢，做一点暖身的一个运动。那我们暖身的运动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常的时候，前面啊，都有照骨斗，后半面啊，都没提照骨斗，所以提一些动作时间，它的名叫齿护，说嘛，简单来讲，如像跟毛毛虫有没有？也会提做一个蠕动前进的一个动作。所以当我们动作要领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一样，两脚打开与肩同宽之后，下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你这里啊，大腿后侧一定会很紧，所以你的膝盖可以稍微的微弯，让你的手去贴地。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把手往前走，走到一个平视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走回来。那走回来的同时呢，那我们就要慢慢要求，把你的膝盖尽量的去打直，因为我们要把这里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好，第二，慢慢的去往前走。好，身体伸直之后，再往回，膝盖打直。把这个后面后腿这个部分去做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好，3。前面第一下、第二下，你一定会够狠，慢慢你经过去3下的时间，如果可是我会放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停一下，我们让肩膀用我们的自身的重量去做一个施压的部分。好，回来，好，我们再做一次，膝盖打直，手往前走，好，停一下，用身体的重量。去让那个肩膀去做一个施压，慢慢的行回来。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腿会那个，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90度的一个伸展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两脚打开约90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做右手肩膀的下压，同时下压的时候呢，你的左边的腿部跟你的右边的胸椎其实都会做一个伸展。好，我们压个1、2、3，好，上来，1、2、3 ，OK， 来，1、2、3，好，我们换腿，一样两脚90度，先换左手，手肘到你的膝盖外侧，好，1、2、3，上来，1、2、3，肩膀已经受到了那个我们自身重量的压力，好，去施压，去做一个暖身的部分，胸椎也会有一些拉扯，跟腿的部分也会做一个伸展。好，第3个动作，我们要把我们的肩膀去做一个放松的一个部分，两脚打开，这时候手啊，当做它是没有力，自然的在你的两腿之间去做一个画圈。好，尽量让它有一个无力感的部分。好，我们画个5圈。好，换手。1、2、3、4、好，这3个暖身的一个部分，好，你们大概没做好，我们会查。大家那屯老师用下来做完居家重量的一个部分，你先休息一下。好，接下来这屯老师叫我来做运动，下摆咯，我来做乜嘅咯？脚我哋之前有做嘅前面，有做嘅後背面，而家做嘛？腳唔係那前面後背面，還有那外展跟內收的一個部分。外展的肌群跟內收的肌群，我們會有2個部分，分別來去做它。從頭到尾，彈力帶我哋就拿起來。好，卢卡，大家先来做外展这个肌群的一个压训练。压训练时间很有节奏，要弹力带拿起来，中央，脚对蹬后来，太有丝的与肩同宽，太有丝的与肩同宽。目的呢，多的时间做的时间重点，脚尖一定要朝前，
你去讲摩多时间做某力的时间，还是讲一开始你如果是脚尖啊，都变成外八，哦，变成外八的嘛，它会有一个俺人讲代偿的一个动作，都变成你会用其他肌群的力量去帮助你这个原本你要训练的那个肌群的一个部分。所以俺人答案哦，脚尖一定要朝前。这书啊，如这叫蹲弹力带、固定蹲，哦，用固定蹲如何其实固定蹲唔可以用的去用到马个力气啦。只和我们的一个重点，要为动作重点做的时候，左一步啊，你就会反过来走右一步，左2步，左边走2步，你右边就会走2步，哦，以此类推，3的时候就会有3，哦，按两个人基本硬哦，行都5步入后好，行都5步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哦。好，左1，右1，啊，一样啊，等归来时间哦。脚步的步伐，我们就是还是以肩同宽来如何好，我们讲归来时间哇，收回来变那个并拢的一个部分。好，来等如以肩同宽。好，左边2步，1、2，好，右边2步，1、2。哦，这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刚才的那位外侧的肌群啊，可是有一点吃力的。好，你走到最后，到时候你会觉得，挨10分钟没挨10分了。好，来左3，1、2、3，好，右边3、1、2、3，好，第4步了哦，1、2、3、4。好，右边4步，1、2、3、4。好，左边5步，1、2、3、4、5。来，右边5步，1、2、3、4、5。哦，这个时候你的疲劳感应该如果可是有诶。好，重点来录讲。行的时间，可是睇酸的时间，当然可以更加慢，可以行第6步、第7步，甚至都第10步。你也可以，你再回头再重新从第1步走到第10步。按更加哦，可是有酸痛感觉，那个酸的感觉的时候，你会有的时候会外八头拱啦。你不要走出去，脚尖啊都朝外，哦，都朝外。这样的时候，你的外展肌的一个肌群啊会被代偿掉。你都没有办法去正常去训练到那部分了，好，可能再行100哦。好，左边1步1，右边1步，左2，1、2，好，右手片1、2，来左手片1、2、3，来右手片1、2、3，好，第4步哦，1、2、3、4，来右边1、2、3、4，好，最后5步1、2、3、4，好，再来1、2、3、4，好，这个时候行的2摆。你是不是感受到你呀外侧，如果你屁股已经有点不太像自己的屁股，行路应该都会感受到，会是把呢酸软软，会有呢软脚的一个部分了。哦，这个就达到这个效果。啊，当然这个弹力带要最强的，我哋咩可以拿够强的来去做。啊，后背面外侧做到的，啊，然后做内侧，内侧的时间哦，反正睇路卡。基本哦可以中慢，迄个哦像游泳员的路卡有个木地板，哦够滑，那你就可以用，不管是穿袜子，好还是说我们准备一个抹布、手帕都可以放在地上。那我们这时候的重点呢，它其实会有一点像侧边的弓箭步一样，但问题是哦，我们侧边弓箭步的时候，我们会把腿向外侧去做滑的动作，好，会去做滑的动作。那我们滑出去，一样滑出去的时候，我们这只脚固定脚这个部分，没有些公沟嘛，
一路向弓箭步中央，你的屁股啊，一定要向后背面去戳，摸多时间，你滑出去的时间，这个膝盖啊又往前，又往前去了，所以我中央戳到后背面去，回来时间用你的内侧的肌群去把它滑回来，把它滑回来。当然有时间压数啊，你可以拿一个有重量的东西，你基本冇拿。你这个强度要有的话，你可以拿卡拉给1公升呢，还是6公升呢？个保特瓶，还是有一点重量的东西来。你基本再来做第2次，好，滑出去，用内收的那个肌群的部分滑回来，好，滑出去，滑回来，按基本的滑出去多远？说哪没公司猜，反正就是用你自己可以做的能力范围。你基本的滑太出去，哇，你要滑不回来，那没有用。你基本的只能做到这样子，唔怕，可能路慢慢的走，至少这个部分你可以自己去控制的。换右脚，右边好，用腰滑出去，屁股后坐，滑回来。滑出去，滑回来，记得用你内收肌的部分滑回来，好，屁股后坐，内收肌滑回来，好，就这样子。那重点我们还讲能力范围，做到你自己能力范围的部分，这样就好了。能给大家再来做100，左边我们就做个3次，右边做个3次，做重新示范一下。好，踩着抹布，你可以拿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空手。好，1、2、3，好，换边，好，1、2、3，好，我哋基本面，你刚刚的头都有做所谓的一个外展的部分跟内收的部分。那我们讲基本面要打造一张完整的腿，除非前面后背面、落背面鼓到来，底背面鼓到来，你还在脚啊，在我们的训练过程当中，你那会的完成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况。那时间啦，那唔会讲，因为你的肌群耐够强，不管前面够强还是讲后背够强，不会影响到另外一边的部分。唔会讲底背面够强，落背够弱，你的这张腿它就会不受平衡的一个部分。好，更加能从以前好几集做到基本面，能做按到腿部的运动，就是在加强我们整个下肢的一个强度的一个部分。希望他讲紧有时间，明礼拜排7个的课程，铁路卡，我们讲啦，昆天师，你刚才提内收内滑，好还是做那个外展，你们可以昆天师啊，所以可以以下昆天师共用每一篇来做运动。今日大家你们做下唔可以查，我哋先休息一下。